来看有一只苏澳籍英女星18号的渔船呢，伫2020年的时阵，伫太平洋失踪去。这姓李的船长，还阁有9个印尼籍的渔工是直到打拢一直找无着人。也毋过最近是风声有人伫爱尔兰的西边海岸呢，发现一张底伫个干仔的批，这内底就是船顶的人员咧讨救兵的内容。船长的后生表示讲，启动救援是好代志，也毋过毋愿加讲啊。苏籍英女星18号渔船，2020年12月伫太平洋中途岛附近的海峡失踪，准备找到拖代了，船顶4名的船员甲9位印尼籍的渔工失踪到即马拢也无找到。检方去人船调查了后，排除凶杀的可能，刑事牵结。出代志了，4名的船长伊的后生，甲船整理了，继续将事反映危险。不过伫最近美国论坛有文章讲，有人伫爱尔兰西边的奥伦群岛的印尼什莫尔岛海岸，发现一个干仔内面有批。提出看，敢若是英女星号失踪的人所写的批，要求人去救。经通知员王浩武，将这件代志放伫咧 FB 顶头，呼找失踪者阁有希望。帮忙证实这个消息的来源是不是正确的啊？是。如果正确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请国际上面帮忙协助帮忙找这些人啊？有点不太相信这件事情，可能还有一点存疑啦。这个消息是真的也假，也有疑问。所区议会希望政府会让斗相共确认消息是有影无影，若是有影的，就希望会让赶紧斗相共协助找失踪者。4名的船长伊的后生私底下讲，考虑到老母的感受，不愿意假讲。因过来让搁调查，当然是好。因过也希望莫浪费伤侪社会资源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